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新冠病毒在全球作恶已经4、5个月，台湾的疫情是有较回，但是也是爱严防社区感染。守住防疫第一线，除了医护人员，也有真侪人坚守岗位，守护咱大家健康。像驻守伫机场的防疫车队，总共有400外个驾驶。为车队成立以来，已经护送3万外人返去厝。全台湾大约150间的防疫的旅馆，是为民众提供居家检疫的安全处所，嘛来解决因食、甲大、甲生活的难题。还有各县市的消毒大队，伫疫情指挥中心进行疫调了后，都会挨着30公斤重的装备，顺着确诊者的脚印来做严密的消毒。因拢是防疫的幕后的英雄，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航班出行看板一排红字，拢写着取消。台湾国门一间大厅，空空人人，这是桃园机场创立41年来捌看过的景象。带客人最多3个，但我们第一次先交。现在你的那个居家检疫书先拿出来，4月10日下晡，对上海浦东飞到台湾的班机，乘客只有个位数。飞过了后，按规定，伊就要居家检疫14天，行李箱用消毒水消毒，衫、双手到脚底拢要喷酒精了后，才会当坐防疫计程车。先生你好，请问要去什么地方？采用小组精神乘客动力，伫车顶安装摄影机，专程记录防疫车队驾驶为台湾投入的心力。55岁杨先生将从机场接送已经3天，煞拄着全球拢无发生过难关。这一次的疫情是全世界嘛，交通这个方面，从机场直接到他们的检疫的居家检疫的地点，这一环是我个人是觉得是很重要。在防疫的方面，我们是做到滴水不漏，就不让我们自己去感染。先生，你是要刷卡还是要付现？对桃园机场一路将乘客送到家门，刷来马上将车内消毒一遍。除了喙暗、手套是防疫车队基本装备，刘元雄也搁家己伫车内加装透明的隔离，加做一定防护。担心是一定会有的，像我有些同事因为家人反对，他在多方的考虑之下就没有参加了。我也是有家人，所以我也会担心，在大园这边临时租一个房子，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就回家，就是跟家人比较没有一点接触。承担极大风险，这是每一位防疫计程车驾驶所担的使命。桃园机场总共有400位计程车司机自愿投入防疫车队，40多天内已经护送3万外人返去厝。像入行32天的刘律师，也搁因为载着第44例确诊个案，遭受居家隔离14天的痛苦。这3个字啦，闷呐，很闷呐，就是闷在家里了。因为我这辈子从没被关过。也是我们车队第一位载到确诊的，查我的车号，说我载到确诊的病患，然后再联络卫生局，跟我做那个相关的隔离14天，就是14天完了，我马上就是加入防疫车队，因为我们是第一线的工作者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放弃了。拢毋捌想过会有被隔离的一天，就算安尼，刘律师无想过要做逃兵。防疫车队也有另外一项艰难的任务，就是要正面迎击病毒。从国外返台的乘客可以到这边搭乘上这样的防疫计程车，不过有症状或是必须进一步检疫的乘客，则得提高规格。司机必须得着防护衣以及戴上护目镜，才可以去载需要检疫的民众。
再带到检疫的啊，也有检疫好了再让回家的。然后到了检疫所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一些配备自己要准备塑胶袋，把它装起来包好。我们是属于桃园机场排班计程车第一线工作者，当然对我们来讲，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使命。因为我们进去之前要消毒行李箱哈，那麻烦你先往旁边站一下。我现在帮你量一下体温哦，鞋套这边帮我坐着，帮我把鞋子套起来。防止疫情扩散，每一细节拢要注意，才会当避免出现病毒的看旁。防疫旅馆前面接待人员定定封号，门口到电梯口是员工甲检疫者唯一接触路径。山内个案只会当踮伫房间，就连餐点嘛是透过电话预订。我是12点半后起，我有，它有规定时间的，我有用荧光笔画起来。送餐人员穿防护衣、挂嘴烟、护目镜，接将餐点送到房间门口，让房客拿伫体，而且将本数放伫门外。伫北投的这间4星级的饭店，4月初正式加入台北市防疫旅馆的行列。隔离房区域只会当有1位员工进入，陆续分层分流。其实就是我们被教授到，就是不管你走到哪，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消毒。我可以走的路线其实是有被设定的。如果我穿着防护衣有去做接触的时候，所以其实我不太担心会身上会有带到病毒之类的。那其实就是一下班就赶快先去盥洗，我们公司就有盥洗的设备了。对，就是不要再另外往其他地方去。这些你帮我放着，帮我洗一下手。员工受训上课，防护消毒流程拢比照着检疫所防疫规格。专台伫病毒威胁下，饭店业者承受着冲击，面对各式各样的入住房客，更加要提高警戒。我们有一组客人，因为他没有表明身份，加上他当时可能就是像一般正常订房订个2、3天，有一天里长他打电话来柜台说，他要找这一家人，那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是在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客人。那时候我就会非常的，就是我听到的第一时间，其实当然是非常害怕，我就立刻请我们的业务部的同仁打电话到关船局，我们就请科长来，我们想了解说怎么样做这个防疫旅馆。全台大约150间的防疫旅馆，提供6000多间的房间数，让民众进行居家检疫。也是台北市有18间的旅馆民宿业者自愿配合。严重疫情期间，观光产业受到冲击，加入防疫旅馆，那是为着帮助人，嘛是为着生存找出出路。一定很担心，因为你就看到生意它是直线下坠的。我平常以前都是商务的客人，现在没有商务客嘛，因为当时3月19后政府禁止那个你知道国外护照的人入境。那你这么多这些情况下，你去考量，确实好像没有特殊目的，你平常怎么会来入住？然后一方面当然就是说你企业责任的部分要照顾员工，然后还要照顾他的员工生计，所以我其实各方面考虑一下，就觉得说那现在确实跟可能政府合作做防疫旅馆其实是最佳的解。各位同仁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例行的消毒哈，那大家工作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整顿好装备，5个人一班的消毒大队准备出发。真侪人出入的上班，这位站出口，台北市环保局员工林嘉诚拍着瀑布机挂风岛面具运动馆，抗生镜手套，展开低碳式的消毒，每一角落拢消毒。本来是假如说7点半上班了，我们会提早1个小时，然后去像市府转运站啊、捷运站那一些的，先提早做消毒水啊，或者是面具，就是一些药水会有一些增加啦。因为每一年4季都一定要穿长袖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怕说药水啊渗入皮肤里面对身体不好这样。只要是夏天来讲的话是比较累啊，因为汗水会一直流。派30公斤重的消毒装备，
全新防护包包袂通风，伫市区的街路出入，用汗水甲努力点点守护市民的健康，甲人家是同款的。消毒队员全台总共超过3000人，每天紧急的执行消毒的任务，要让街路、公共区域、零污站把关社区最后一道防线，因应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，这场无后影响的工作会更加严重。消毒班这么多年，就是经历过各种战役啦，累一定累，可是习惯了，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使命，钻石公主号好了。不是就这么多轨迹图出来了。那时候我们就是101周边啊，然后市政府周边，包括市议会周边、国父纪念馆周边、世贸中心周边，这些就是赶快做加强了。全面防疫时刻，正拢伫幕后点点付出的防疫尖兵，因勇敢向前，正做热战场上上坚强的后盾。翠阿妹正济面，伫无共的角落面守护意外，守护台湾，化作一幕一幕温暖动人的美丽风景。